正好你来了，走吧，车已经到楼下了。今天我有事儿，改天我再陪你去见他。哎，你干嘛，岳灵？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带你去认识前辈吗？你干嘛去？我又找梁思远啊？你约会哪天不能去？你非要选择今天？你自己想清楚，以后的前途怎么办？我想得非常清楚。以前我可能确实不懂，为了你所谓的前途，变得越来越自私，最终伤害了自己在乎的人。以后不会了。我不管你。啊喂，岳灵今晚肯定到，您放心，您放心。什么？一谋导演也在啊？哦，李一谋啊。岳灵哥，仰望星空，太遥远的未来。我跟你说，我哥真的傻了，刚刚居然跟过来了。你一会儿帮把他赶走啊。好，我帮你把这傻子赶走。圆圆，最近有家网红餐厅评价还不错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圆圆，哥哥虽然以后不干涉你，但是像他这种又老又丑、花心思还多的男人，咱们还是远离啊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又老又丑，那你得是爷爷辈的了吧？你要是想叫我爷爷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孙子，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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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了，爷爷。爷爷，拜拜。小心点啊。拜拜。也许就在闪烁的星辰里面，距离不代表永恒的界限。看你还穿着西装呢，不知道的以为是我俩保镖，你说是不是？少说两句。我去旁边来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哎，看到谁了？哎。你们俩去哪儿了？上厕所。你们俩一起上厕所？你好，你们要的酒。哎，不能喝酒。谁家好人来酒吧不喝酒啊？我早就满18岁。行，可以喝。今天我俩陪你一起喝。真的？真的。来，干杯。不过
其实我还挺想知道，梁教授到底有多能喝。我酒量可不好啊，还是不喝了，不然到时候你得背我回去。居然让岳林哥背你回去。怎么样，林记者，你感受如何？不舒服吗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教授，我没事。看来我的身体素质确实和梁教授没法比，不然也不可能产生幻觉。幻觉？什么幻觉？我好像在原始代码世界里看到了现在的梁教授。你见到了思墨？这家伙从哪里进去的？林记者，我要感谢你的实验感受，我才能下定决心，先关闭原始代码实验。教授，我要为科学负责。林记者，这是替你保管的手机，好像中间有人打了电话。好，谢谢。下周同学聚会啊，小林，你有空也来啊。这次好多出国的同学都回来了。喂，范老师，我是林玉超。谢谢您关心，范老师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次同学聚会我就不去参加了。还请你不要向大家透露我的联系方式，谢谢范老师理解。嗯？你找什么？我手机怎么没了？哎，圆圆，你手机借我发个信息呗。哦，好了，谢谢。那我先回寝室啦。你们慢点，我先回去了。慢点啊。再见。拜拜。你刚才在找谁？我刚才在找魏先生的联系方式，可是那个号码竟然跟杨彩云的一模一样。什么？怎么会跟杨彩云的一样？杨彩云不是女的吗？她怎么会是 A 先生？我也不知道，先回去再说吧。哎，等等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特别奇怪的声音？好像有，来不及了。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你们辛苦了。既然知道我们辛苦，那还不赶紧送杨小姐回家？大雄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曼姐确实辛苦了。那我送你们，看你车吧。
缘分匪浅哦。别闹了啊！他是美国留学回来的，什么眼大的？给我吧，你在这儿等会儿，我去给他送钥匙。范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次同学聚会我就不去参加了。还请你不要向大家透露我的联系方式。过2天我们同学聚会，我往以前他的邮箱里边给他发了一封邮件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。私密照好像是。杨曼，你就是杨彩云，对吗？杨小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的手机号码会和 A 先生的一模一样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杨曼，你跟 A 先生到底什么关系？我都说了，我不知道。你这倒是提醒了我们。这段时间，我们不但破译和查看思源和 A 先生的聊天记录，我们发现他在对思源进行 PUA 时，曾将他和他前女友的事情拿出来当做炫耀的谈资，并且发在了一个教男人 PUA 的群里。这 A 先生可真够变态的。原来还跟我说过，这 A 先生也是严大的学生。圆圆生日当天接到杨彩云的电话，可圆圆手机通讯录里备注为 A 先生的号码，实际上是杨彩云的号码。PUA， 说他好像是失恋了，有点受不了打击，所以就退学出国了。我猜杨彩云很有可能是 A 先生的前女友。难怪啊，每次在杨曼面前提起 A 先生，他都这么激动。我们现在不能去打扰他。师哥，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去查 A 先生了吗？他不仅将自己的女友私密照发在群，还有这个。他还虐待动物。5年前就读严大，还是个小动物虐杀狂。我想这个 A 先生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了。师哥，我们该去一趟严大了。我认为去严大之前，你应该先给一位女士道歉。道歉就要有道歉的诚意，要带上鲜花礼物，亲自上门道歉，那才叫态度真诚。
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每个人的心理承受都有一个阈值，如果超过这个阈值，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发泄。比如抑郁症患者会选择自杀、自虐，暴虐狂会选择用暴力来发泄，而暴虐狂的形成也多半跟他幼时的原生家庭或成长经历有关。这些呀，就是往届所有毕业生的档案了。顾老师、梁教授，这些都是学生的隐私，所以就麻烦你们在这儿翻看一下了。啊，理解一下。理解，辛苦老师了。要不您先去忙，我们自己翻就行。学校和学生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，你们到底想找谁呀？或许我能帮上忙呢。是这样的，范老师，5年前，杨彩云上研一，这个人是杨彩云的前男友，他必须要符合以下条件：严大的在校生，与杨彩云同届或者是高2届，研1至研3的学生。他的家庭情况呢比较特殊，要么父母离异，要么父母有一方去世。他在备受控制和压抑的环境下长大。看似和善，与人很好相处，甚至在学校中，他学习成绩优异，备受同学们和老师的喜爱。但是这一切，全部是他的伪装。他伪装得很好，只是偶尔会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，在外人面前暴露出过激的想法，比方说，对小动物施暴。杨老师，我这儿往届确实有一个学生，十分符合您说的这些条件。我明天去露营吧，听说新开了一家拍照打卡地，拍照特别好看。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哎呀，圆圆，你就不要难过了，岳老师大忙人嘛。哎呦，我不是。算了，明天说吧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那你今天晚上还回来吗？说什么呢？我当然回来了，我先走了。
十分符合您说的这些条件。小丑，你原谅妈妈好不好？妈错了，妈上次不该赶你走的，以后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好吗？你原谅妈妈好不好？小丑，妈求你了，妈跪下求你了，你给你爸打电话，你跟他说我要跟他复婚。妈，只要他答应复婚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管他了，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小赵，你给你爸打电话行吗？哎，林妈妈，您先冷静一下，这人来人往的，闹得不好看。有啥事儿，咱到我办公室去说行吗？你别碰我，你干什么？小程，给你爸打电话，说这里有个男要欺负我。快点！快别说了，算我求你了。这样闹让我在学校怎么待下去啊？那就别待了，反正你连你妈都不管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林玉超本来就是在研大读的新闻系，因为成绩优异，所以就保研了本校。我对他的家庭状况还是比较了解。他小的时候吧，父母感情不和，后来离了婚。他妈妈一直闹着复婚这个事，就因为这件事啊，一直没少来学校找他麻烦，差点就闹出人命了。2024年平安夜，我接到消防的电话，也是吓得够呛。妈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妈！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过来！别碰我！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！给你爸打电话叫他过来，不过来的话，我今天就跳下去！好，好，好，我打，我现在就打。喂，通好了。平安夜，也就是说，圆圆出事的那天，林玉超也在现场。没错，但根据当天晚上的监控资料显示，他和圆圆并没有什么交集。等圆圆爬到楼顶的时候，林玉超应该已经跟救护车到医院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放手！前几天我给林玉超打电话，问他来不来参加同学聚会，他还问我到底有谁参加，专门还为了杨彩
是他。我发现他登录了我的邮箱，发现了我留给范老师的号码。看来林玉川应该早有准备，小区监控记录没有拍到他出入，我们拿他也没办法。每个监控都有死角，他其实想要避开监控并不难。他一直很聪明，而且很谨慎，做事从来不留下痕迹，就连当年 A 先生那个号码都是用我的名字注册的。所以你们才对 A 先生一无所知。当年我就是被他欺骗，然后越陷越深，最终差点没了命。杨小姐，所以5年前你跟林玉超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见不得光的情侣关系。嗨，你要干嘛啊？云云，你别生气啊。我不是害怕别人知道我们在一起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？云云，我是在担心你和我在一起以后会后悔吗？怎么会有这样的担心？我不是答应过你，我会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吗？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发朋友圈官宣我们的关系好了。干什么？
应他，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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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他。有约。你是我的，我不许任何人靠近你。你永远都是我的。嗯，我是你的。真没想到，这个林玉超这么能装。于老师说的没错，这就是他的优势。他这个人最擅长抓住别人的弱点，给人下套。就像不久后，他接近梁思远，他用同样装可怜、装自卑的方式博取同情。当初不愿意公开我们的关系，就是为了自己后续寻找猎物方便而已。林玉超，我们分手吧。你确定要和我分手吗？你觉得呢？是你劈腿在先的，林玉超，你脸皮厚，可我做人有底线。你看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我就拍下来了。你觉得呢？我还跟别人一起欣赏了呢。林玉超，你要干什么？只能我把你玩腻了甩了，明白吗？啊，明白吗？啊！你个畜生！从那天起，我就得了严重的抑郁症，我的体重一直往下掉，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脱落。
他接近梁思源，他用同样装可怜、装自卑的方式博取同情。哎，你也是研大的？哎，你也是啊？我是研大新闻系研一的林玉超。我是物理系的梁思源。学长，你以后可别在地学堂啦。请坐。杨女士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关于明天进入原始代码事件，我有话要说。还好我机灵，把代码转换器又吐出来一次。那个姓林的十分狡猾，我只知道他把之前拍过的照片都藏在网盘里，但是证据好像被完全销毁了。就看你们能不能在2024年的世界里找到那个网盘文件了。后面的行程啊，都已经给你安排的满满的了。最近一定要注意好休息，还有待会儿我们要去的那个酒会，你一定要找准机会和那些高奢的大佬多去聊聊天，增进感情，熟悉，知道吗？我要下车。你干嘛呀？云林，云林。喂，月玲，你那边顺利吗？我已经在去元大的路上了。你怎么样？暂时顺利，按计划行事。好。起来！哎，林妈妈，您先冷静一下，这人来人往的，闹得不好看。有啥事儿，咱到我办公室去说，行吗？你别碰我，你干什么？车，给你爸打电话，说这边有个男人要欺负我，赶紧打电话叫他来，现在立刻马上给他打电话，听到没有？给他打电话。别作了，大妈，你看你儿子都成什么样了？你要是天天觉得你老公受得了，闪边！你有什么事说啊？别这么说我！别这么说我！冷静点！快去给医院打电话！你这样吗？别这样！都下了，都下了，都下了！哎，同学，孝捡衣服。哎，对，小林，你出着劲，你带他去换衣服，我去看看你妈的伤啊。我就给你拿件衣服去。哎，同学，你电脑能借我给我经纪人发个邮件吗？
多吃点儿，这些东西我们都吃不完。快尝尝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。你们这次一定不能试图改变原始代码世界里的大事件。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们会捅多大篓子。你和司慕这次太让我失望了，把他们两人送出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们再进入科研基地。老师，您再给梁思慕最后一次机会吧，他这次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怎么了，李教授？没什么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他们醒来吧。在我所了解的原始代码世界里，始终都是个虚拟世界，对吧？自然。那在什么情况下，原始代码世界里发生的事会对现实产生影响？不可能的，虚拟世界始终是虚拟世界。那在虚拟世界里犯了错，再回到现实后，是不会受到什么惩罚的？这是自然。为什么这么问？没什么。放心吧，能拍到你的节目都已经努了。杨曼，下午5点，正式开启源代码的第一次使用。李教授，抱歉来打扰您，我有点事想向您请教一下。梁小姐，大雄，你们都在这守了1个小时了，喝点水吧。我好像在原始代码世界里看到了现在的梁教授。你见到了思慕？这家伙从哪里进去的？林记者，我要感谢你的实验感受，我才能下定决心，先关闭原始代码实验。实验室的参数都是设定好的，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我只能把你送到2024年10月20号。足够了。恭喜，今天过后，你将成为最伟大的科学家。那么希望林记者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。当然，有我的帮助，你一定会享誉世界。
拜拜。岳林哥，抱歉啊，圆圆，我来晚了。怎么回事？早就超过安全时间了，梁教授他们怎么还不出来？我哥怎么样了？病人还没成功度过危险期，需要再观察12个小时。如果12个小时之后他能醒过来，那就说明他成功度过危险期了。谢谢医生。谢谢。是遍地的落叶，是你是真的重，是纯白色的花朵流进了